Hello，大阪世博乜都冇準備，入去行公園係托？冇錯，我太懶，有得抽都冇抽，結果喺網上面睇多次，連9點入場咁基本都做唔到。不過咪走住，我最後竟然睇到5個館，最後仲睇埋日本館先走，因為我肯排隊啊！喺呢一座冇得買 Fast Pass 插隊嘅主題樂園，而又提前預約唔到嘅話，就只能夠好似喺隔離 USJ 咁，逐個設施乖乖地排隊。所以支裝水、防曬一定要帶，遮都好多人用，戴帽就更加方便。而我乜都冇準備，淨係知道奶都奶啦，點都要去世博見識下。世博排隊入場，人山人海嘅畫面實在太可怕，所以我特登唔搭地鐵，而係跟住班去 USJ 嘅乘客搭 JR 去到櫻島站。我一出站就見到咁大塊指示牌，後面就係去世博嘅巴士。呢架巴士要俾300 yen 搭嘅，人好多，但係分流都做得唔錯。話咁快就上到車，搭咗大約3個字過下橋就到總站。一落車見到咁嘅畫面，好在冇落雨，藍天白雲加萬國旗，真係好有 feel。哇！聽咗日本會搞世博咁耐，終於見到世博嘅真身啦！世博嘅玩法係網上面要預約埋時間先至入到場，西後呢邊入場好順暢，早到是未得，但係早到係冇得早啲入場嘅。呢班朋友原定12點先入場，就要罰企等下先啦。喺網上面見到嗰啲人山人海排晒長龍嘅入場畫面，好在嗰日都見唔到。過咗一次安全檢查，跟住就即刻 scan 入場券嘅 QR code， 然後就入到嚟啦。同喺機場過安全檢查唔同，可以帶水入場嘅。入場後第一件事就梗係即刻 book 下啲場館啦。11點先入場，點會俾你 book 到啊？行咗冇耐就見到呢座大屋根，呢座大屋根真係好有用，因為行翻出去炎夏日曬到窿噶。話就話係行公園，應該都冇咩公園會有咁大個高達模型，佢都算係世博嘅地標。繼續行公園，唔係喎，有車搭要俾錢噶，1000 yen 一日，咁算啦。行下先發現，唔係個館都要排餐網先至入到，例如係新世界工廠、人口大國、孟加拉，有啲模型，有啲電視，細間都算係幾有誠意。下次搞世博嗰陣，可能佢哋發咗達，會有更加多嘢睇。隔籬個展館睇落都係細間。如果係冇預約嘅話呢，係要排120分鐘，即係2個鐘頭先至入到去。因為呢個係大名鼎鼎嘅埃及館。附近仲有 Common A 同埋 B， 行入去見到，其實主要係啲非洲、南美國家同埋太平洋島國，例如係人所皆知嘅津巴布韋喺度擺檔，都真係比較簡單。不過可以了解下地球嘅另一面，原來仲有咁多唔同嘅文化，未必人人有興趣了解。但係要集郵就好簡單，冇乜人同我爭，入去嘆下冷氣都幾好，出翻嚟好曬好熱，唔想行啦。見到有呢啲電動車，我眼前一亮，點知使用中，要申請先至用得，每一部都係使用中。佢租到啊！好似幾好玩咁，唔知喺香港有冇得玩？隔離餐廳要等358張飛，想攞飛部攞籌機早就熄埋咯，因為佢係大名鼎鼎嘅壽司郎啊！返香港先食啦。有啲規模獨立一棟嘅展館，通常都有好多人排隊。點知呢一座完全係自出自入，耶羅地球。入到去見到有好多電視同埋電視，行到最入好似有啲嘢睇，個個都圍住晒。原來係一座咁精美嘅地球儀。冇噶啦，行完啦。土耳其館都係人山人海啊，企喺度排隊，盞晒到窿啦。入嚟避西，避都幾好啊。咦，韓國館喎，冇預約都 OK， 不過要排70分鐘。有預約可以直接入去，而冇預約就要乖乖地排隊。其實預約到嘅朋友都係要排隊，不過其他人就要喺出面報晒啦。呢個館每個時段都會放咗啲有預約嘅人，然後再放啲 walk in 嘅人入去。入口這麼近，那麼遠啊，同迪士尼啊、USJ 一樣，喺世博都要有心理準備，要排好耐隊。
唔驚，有咁大個太陽白白照住，飲翻嚿水就得啦。不過我都唔敢飲太多，因為有人出咗去，想入翻嚟同家人團聚，即刻俾人喝停啊！啱㗎，因為我真係等咗好耐，先至終於到我入場。每個人都會行入去呢個箱度錄個音。點解？神神秘秘咁，一入到嚟就見到呢個好似係黑盒劇場嘅地方。其實頭先條問題係問有咩對你係最珍貴嘅，然後再播翻出嚟，跟住就開始玩嘢啦。原來場上面有咁多部燈，好似開緊演唱會咁，係幾特別嘅。第二站畫面完全唔同，我見到大家對住佢吹一吹，然後個天就跌咗啲泡泡落嚟。唔好意思，我太膚淺，稍移玉步去到最後嗰度，好似入咗去電視台嘅大 studio 咁。老實講，畫面係幾靚，但係就真係有啲悶。我覺得更加值得欣賞嘅係大部分人都真係有認真睇，得我同埋少數其他遊客先至有邊睇邊影相。散場之後都仲係好整齊，冷氣好舒服，留喺入面唔捨得走啊！好，下晝1點半我終於睇完個韓國館啦。韓國 style 都係比較簡單粗暴啲，不過呢個館都算係值得睇嘅。入到一個大館都要心滿意足，咁不如再睇多個。哇！關西館竟然冇人排隊，望真啲唔係個個場館都可以靠排隊，呢一個就一定要 book 咗先至入到。吓，咁坐喺出面曬太陽睇下電視算數？咦？呢個館好似冇人排隊喎。原來佢有分2條隊，入面呢個館就係好受歡迎嘅 Reborn 2050，好似係身體檢查，然後會見到25年之後嘅自己咁，入唔到去嘅我哋喺出面都有啲嘢睇，拜屙嘢睇唔明，好深奧。不過都有呢部人類清洗機，瞓喺入面喐都唔使喐就沖到涼，然後就嚟到呢個 food court， 哇！試食啊，唔係。好似係都市行程嘅現場版啫，班小朋友睇到好開心噶。世博嗰日有好多學生嚟參觀，唔知係唔係佢哋嘅全方位學習日。世博係好大，但係行下，唔覺就由西面入口嚟到東面入口，又見到大屋根。本身想上去行下，點知我見到呢一把古惑的遮，寫住 USA 最後尾。要等2個鐘頭喎，攞命咩？不過好多人同我一樣，就算係烈日當空，曬到窿都要一睹美大嘅風采啊！嚟到呢度都算係有啲進展，你睇下條龍幾長幾誇張。我呢條係排美國館，隔籬嗰條排法國館，就算冇欄杆，驟眼睇都冇人會插隊，冇人大聲講嘢嘈跛。不過遮都係要擔嘅，因為真係曬到黐線啊！呢個阿叔犀利啊 ！Insta 360 360度冇死角 CCTV， 勁過法蘭西天台個阿叔啊！原來排咗咁耐先見到美帝嘅真身，哇！終於聽到啲美語歌曲。下晝入場啱啱好同太陽照住嗰個方向調翻轉，所以曬到應一應。嚟到呢度先至有美帝嘅護蔭，唔使中暑。其實邊度關事啊？主要係排咗咁耐，身邊啲人冇鼓噪，唔使擔心有人左穿右插嘈跛，心靜自然涼。要捱到去見到門口嗰刻都唔係咁難。見到美國人啦，辛苦係值得噶。終於入到去嘆冷氣，我都不禁嘴角微微向上揚啊！同韓劇一樣，迪士尼最叻係咩啊？就係佢啲主題曲啊！嚟了啦！唔使等好耐就入到去一個好似米奇妙妙屋咁嘅秘密基地。呢位哥哥似乎係講流利日文嘅美國人，主要係介紹下佢哋2個國家有咩合作。好快就完事散水轉場咯。呢個場冇人介紹，直接睇電視，介紹下美國嘅好山好水。企定定睇完又轉場咯。今次就係要大家細心欣賞美國嘅航天科技。厲害啦，美帝國！
火箭都唔知搞到幾多支上天啊，仲擺埋啲火箭模型、其他模型，反正我都睇唔明，因為呢啲全部都係前菜嚟嘅，最後一站先至厲害。哇！我高頭發現，原來有一大支火箭準備升上天啊！3、2、1，點火，發射成功！日本人好安靜噶，冇人鼓掌，大家都好專心，跟住美帝一齊飄上天，最後仲做埋嫦娥，踩埋上月球添。點止啊，連9大行星都睇埋啊，仲見到阿 Trump 添。當然唔少得首主題曲啦，壓抑咗咁耐，大家都終於忍唔住拍爛手掌啊！就係咁，呢場沉浸式載歌載舞嘅大龍鳳就到此為止啦。原來未完，仲有嚿真點月球岩石，每個人都有2秒時間望一眼咁。原本冇咩期望嘅我，美國館都睇埋，我開始心紅，不如去台灣館搏下運氣。唔知呢個館係唔係美帝想話俾日本人知，我哋依然係世界霸主。平心而論 ，content 係有少少悶，不過日本人都好俾面咁影相拍掌，同埋最後個畫面都真係幾震撼。喺正美國館隔籬嘅就係菲律賓館，呢個國家曾經好繁榮，然後就我都唔係好知，反而韓國就發咗達，民主化咗之後，國際形象越嚟越好。行到去世博會場嘅另一邊，就見到呢一座比較低調嘅場館，有嚿綠色大理石，寫住 Tech World， 其實就係台灣館。冇得 walk in 噶，全部人都要有預約先至排到隊。唔緊要，對面有 Australia 館，澳洲啊，澳洲嘅原居民除咗樹熊、袋鼠，仲有佢。疫苗啊，今次冇啤住我咁 nice 咁貼心，有部大風扇吹住幫手降下溫。不過條龍消化得好快，入到去見到都靚喎，就好似入咗一座樹林咁。跟住就行到入呢間大房睇大電視，中意留幾耐就留幾耐，都算係咁啦。跟住咁就完噶啦，鬼唔知冇乜人排隊啦。可能澳洲人就係咁超，如果呢度有歌舞表演，就應該會超上加超。拜拜啦，有機會去澳洲揾你啦。去多次台灣館，冇啊，算數。去唔到台灣就去泰蘭啦。佢條隊係寫要等30分鐘嘅，都喐到下，好快就見到呢隻木造嘅大笨象。泰國館最特別嘅就係佢有一條國民專用通道，泰國護照就係 Fast Pass， 可以插隊入場。我哋就要乖乖地排隊啦。頭先連美國館2個鐘頭都排過，呢度 piece of cake 啦。一入到去泰國館，唔知點解我聞到陣炒飯嘅味道啊！然後仲有靚女姐姐教我哋講2句泰文，不過大家都比較怕醜，學完泰文就入房咯。入咗去都係睇電視，不過今次係用 projector。睇完出嚟就見到介紹泰國醫療科技嘅展覽，不過大家更加有興趣嘅應該就係呢個泰式按摩體驗。其實入面得幾個位嘅啫，而且一定要預約咗先至可以入去嘆下咁。泰國嘅美食好受歡迎，牆上面都擺咗啲模型，出面有嘢食要俾錢噶，眼看口勿動。仲有賣紀念品，貴到飛起啊！但係都有唔少人買，可能係我窮先至冇興趣啦。我反而比較有興趣睇下大家美麗嘅笑容啊！咁就行完泰國館咯。本身乜都 book 唔到，竟然去咗咁多個館，心滿意足啦。唔要，我要去望多眼台灣館。唉，算啦，冇嘢啦。好遠啊！行咗成日都冇食過嘢，天都就快黑齊先至嚟肚餓。台灣館隔籬有個 food court， 坐入面要俾300 yen 嗰個，入面有大起水產喎，有魚生飯，價錢都算貼地，仲有好多其他選擇。不過我想食下啲熱嘢暖下胃，就揀咗大阪王將，唔平啊！咁樣細細兜炒飯，好似都要800 yen。不過是但啦，唔食邊有力行噶？我仲未睇大屋根噶。而家係日落時間啦，大家都好想上去睇日落。但係頭先呢，大把人，大家咧都係乖乖地排隊嘅。但係頭先當有一個人插咗隊之後咧，後邊嗰啲人就湧晒上嚟啦，就冇排隊呢樣嘢。遲咗啦，日落西山咗啦。
我行咗成日先至第一次上嚟望翻成個世博會場。呢個大屋根就好似一座巨型觀景台咁，真係一個幾聰明嘅設計。新聞上面講嗰啲蚊蟲係真噶，我行下都遇到，不過相機冇電，所以先至影唔到。離遠就望到，我經過嗰陣誇張到差唔多係零能見到，幾乎乜都睇唔到。咁點解我明知都唔掉頭？因為我趕住去日本館啊！經大屋根行，唔怕迷路，終於俾我睇到日本館啦！外形低調，但係你一睇就知係佢。而家時間係日本嘅大概7點半到，咁而家已經係開放俾所有人自由排隊入去。咁啊，睇下條龍長都吓，唔係要預約嘅咩？我喺網上面見到，原來夜晚會有唔使預約就入到嘅 section， 我真係非常超級好彩，因為喺我後邊好快就截咗龍，有人7點38分先至到，就已經入唔到，望住我哋非常失望咁。而我呢個外國人竟然都參觀到，日本果然係日本，建築物都傾向比較傳統低調。雖然已經截咗龍，但係館裏面仲有好多人，所以要分批咁入場。行咗全日世博，其實我已經好攰，不過難得入到去主場國家嘅展館，都真係要非常心滿意足。日本館分咗做3部分，每一個入口都有個大漏斗，其中一個景點就好似行咗入去商場入邊睇人搞 event 咁，原來係有真人喺度做緊戲，似乎係講緊佢哋點樣運用科技，辛苦晒。跟住就嚟到呢個博物館，應該係講日本嘅發明同埋技術，見到日本國寶叮當啊！佢主要嘅任務就係要幫手做介紹。仲見到佢瞓咗喺阿蕭山上面，跟住仲見到呢座巨型藝術品。睇完其中一部分，即刻就有得買紀念品，250蚊港紙一件 T， 算唔算貴？我只係覺得日本館好逼，而且好暗。行到去另一個部分，闊落好多，見到好大型嘅裝置藝術品。然後我部相機都冇晒電啦。老實講，我全程係有啲走馬看花，冇乜心機細心欣賞，純粹覺得呢一邊嘅日本館好行好多，座建築物真係好靚。行下，突然出咗去戶外，亦都係我全晚最中意嘅位。雖然同個水池咁近，都有啲危險，但係佢營造嗰種氣氛咁平靜，的確係幾特別嘅。我都幾中意嗰個揮，不過好快又入翻去，好熱鬧。因為美國館有石頭，日本館都有。最後去到睇到 Hello Kitty， 我部電話都冇電啊，影唔到日本館出面成排工作人員同大家 say 拜拜。想多次去大屋根睇夜景，離開咗世博，都離遠見到無人機表演嘅畫面。雖然今次去世博差唔多乜都冇準備，最後都俾我睇到咁多嘢，都係嗰句，真係要心滿意足。呢條片就去到呢度，多謝你收睇，拜拜。